54岁艺人杨秀慧昨天10日在脸书开求救，称遇上疯狂女粉丝，对方甚至以言语威胁，让她不堪其扰，决定去派出所报案，希望可以吓阻对方。杨秀慧心生恐惧，截图报警。艺人杨秀慧这一个人，他不断一直的在骚扰我，然后他所写的每一个字、每一句、每一段话，都造成我心里非常大的恐惧。54岁艺人杨秀慧到派出报案，因为这位女粉丝频频传讯息骚扰她，甚至还言语威胁，让她觉得实在太可怕了。艺人杨秀慧，我很想跟你接吻，我真的非常的爱你，我都为了你割腕了，你还不理我。但是他一直有 Line， 我封锁了他3次，我才觉得说这事情好像不可以等闲视之，好像要来正视一下。杨秀慧10日晚间在脸书拿出通讯软体的对话讯息，这位疯狂女粉丝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杨秀慧的电话，加好友并传从今年1月初开始讯息说，秀慧，我会永远的为了你而不嫁不娶奸不交男友，除了告白甚至还以死相逼。艺人杨秀慧，警方就是以骚扰让我心生恐惧，就是毁谤名誉啦。因为他在里面一直说他有跟我在一起，我没有跟他在一起。如果他去跟别人说，杨秀慧以前跟我在一起，我怎么办？你毁谤了我的名誉啊！杨秀慧已将所有讯息截图存证，也已经报警备案。警方受理后也会开始着手调查账号。虽然他之前也有过被粉丝骚扰的经验，但通常他都不会理会这些粉丝。这次决定求助公权力，希望可以吓阻对方。